哎哟，南院路浪向开始办大课堂呢，生鸡蛋十里海了地哇！没10只生鸡满地10只肉的饼，生鸡满头有菜的还是肉的？也是生鸡满地还有菜的啦，车子数份听说过啊！还吃得不得了，还有啥啦？那么5只菜的，5只肉的。现在讲那是和汤汤煮啊，俺不是叫马上要去看孙子了。你要晓得，你当我讲的哦，哎爸，你发领点么子非要来看我啊！哎哟，现在个三人是真家好啊！所以还是趁热水吃脱2只。阿爸，你再吃下去是苏家飞来噻。放心呀，没事送粮，还不吃脱个是领队。弟弟，那个头发呢？咦，来吹着呢，盖个真的呢。快点起来，你最欢喜吃个么子来着？阿爸，当你商量桩事体做啊？你看看我外骨头上个汗呢，开空调再吃啦，非说是衣裳也烫烫的做啊。你都阿条讲的，室内温度要超过30度才还开空调，否则毛把那个房子也太违讲。阿晓得。我不送被忙拿得来只温度计，阿爸，你还想看看？开空调嘞？啊，是真的，哎，我马上来看。哎呦，真的。